3分，籃板18號2分。哇！兩都翻喎！3分6號。17。俾30號今日 MVP 上籃，過到個犯規3號。38號傳真係好嘅。有好多係喎，中上咗籃板，俾20，中距離跳投，15籃板，要試下啲中距離啊，攞3分都係標啊！死好多啊！你繼續射啊 keep shooting 係啊 keep shooting，頭先嗰個3號都係臨尾先嘅火啫。俾哇91兩分20籃板，快啲啊！6號3分，77，可以少少，唔係再大力少少就得啦。直線係好直啊！調整少少。MVP 啊，今日30號，俾咗48兩分，快攻要有啦啩，上籃入手籃板。底線啊！海嗰個做咩啊？直線底線逐個褪出去，6號2分，中，即係底線方成功咗啦。你唔入定，你入又追翻上嚟啊！又而家爭幾分啊？爭5分，5分好大㗎喺度，5分呢度好多啊，呢度1分都好大啊！好多㗎。5分唔簡單㗎喺度，哇！中距離跳投30號，籃板冇，即係籃板冇啊，冇籃板，籃板冇。佢哋呢個4強就爭最後4強咪對頭先喎，最後頭先對，即係6分鐘咋？頭先贏嗰隊，贏先5分，好好多㗎呢個。好快輸翻啦！呢個場5分好多啊！收到。今日有個隊贏輸20分都追翻上嚟啊！你講嗰隊係咪紐約？係啊，收到。可以。俾3分，哇！11籃板入，越追越緊喎，3分啫喎。好多喺度，零啲嚟啊，都好多啊！3分差。30號。追剩翻3分啫，一球波啊就打和。好多㗎喺度，你諗下佢哋過3分，肥鵝龍上次咪打國泰咯，國泰係啊，佢哋第一場打國泰啊，喺點講界輸咗。我記得，我做嘅，係，我做呢度嘅，係啊。即係安排呢度打。唔係就係上次阿肥仔吹咯。係啊。嗰條友飛喺空中之後，成個打低好咗。係啊，我好似係嗰場。打出嚟。咩啊？
佢哋上次打國泰啊嘛，佢哋咯，係啊，當咗個球咧，你想吹腰包被挑戰改翻攞個包。津師呢一場賽5分鐘2分幾，白色都5分鐘冇攞到分喎。30號 MVP，喂，30號啦，入唔到分。5分零啊！唔止打手啦，呢個直情下身體都 booking 咗啦。打手係第2 part 啦。會唔會拉開差距咧？呢兩球好關鍵啊！保險分啊！係。咪係呢一節第一球得分啊！8秒最高，5秒，拉頭又聽唔到啊！中咗之後，2+14，中咗之後攞板係14秒鐘啊！係啊。死翻9號3分，偷過10號偷，係邊個啊？5號啊！走步都可以犯規啊！係可以。啊，唔係要先走步後犯規，係先走步，唔係先犯規後走步。如果你就算入咗都係唔計，因為佢走步造成㗎嘛。哇！籃板，但照有兩個罰球，因為佢係啟動咗啊，收咗波。呢個喺呢個球競界都有一半球競做唔到。喂，封咗，可能有遇過先知咯。2分半，52嗰樣，2分17。我會邊個啊？4分波而家。好，距離4就仲有2分鐘啫。佢贏真係靠第2節喎，第2節攞10幾分。第2節攞晒成其他3節嘅分數，成得佢打1節嘅啫咩？有一節發揮。打1節嘅咋？嗱，呢一波一定守住啊，因為好關鍵啊呢波，唔好俾對方有機會。3分9號入嚟喎！9號
第二球3分喎，2分鐘。嗱，我頭先都未完，爭1分啊！3分，爭1分添啊！而家咁緊湊嘅2場都，頭先嗰場又係咁喎。3分8號回擊。嗱，臨尾先係氣咁啊！好精彩喎，1人1球喎。係啊，收視最高都係呢段。俾翻9號啦，射3分。甩手啫，可以甩手啊！哇！呢邊9號都攞咗8分啊！呢邊黑色9號勁嘅。係啊，2球3分。計啦，你要計呀？你計嗰啲嘢。8秒進攻，收到。白色暫停用晒，深色暫停用晒，3分啊！3分啊，30號啊！有一個直衝車直接去得終點。關鍵喎，都係 MVP 啦。我成日話自己呢隊輸喎，咁樣贏㗎嘛，你買重咗自己輸，贏嘛，佢出邊買重咗自己輸。最好齊好彩冇買8710，好彩冇買，維港智能57倍，59倍 win，開始時候啊59倍 win。1分鐘啊！今次都應該係冇乜風險啦。冇啦，7分好遠啦，1分鐘裏邊。頭先1分咋，頭先1分就爭。8秒進攻。深色對飯碗。麥基迪時刻啊，唯有都冇用啊，都冇用。佢有5秒，都係。3號。呢5秒係直接送俾對方。佢掉嗰個肯定係劈球㗎啦，劈球啊，一定劈球啦。我有5秒。認真少少啊！都有5秒呢度。係啦，喂，跟住係 A 入步啦，跟住係 A 入步啦。5秒啊，你啊！咁遠唔知啊，咁遠。5秒。入啊！我個個都入。手波2號2分。好波。20秒。好啦，呢個犯規嘅戰術啊！20秒。有冇？下球。你知有一球啊？3分9號，出界。都要我換場。10秒。
最後兩球3分啊，關鍵啊，將落後1分變領先7分。但係都係睇比數，睇比數比賽。係。兩下射起咗。疏啊！頭先緊張得滯，冇心冇心。